弟兄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5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民数记11章24节到30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拣选。圣神降临节主日的信息，牧师引用着今仔日的经文民数记的记载。讲到摩西以及70位以色列的长老，因安怎来受拣选，领受着圣神。这其中比较趣味的记载是有2位，因为某一种原因，无甲所有的长老斗阵的2位长老，却同款受着圣神的充满，并且因为圣神的感动来讲话，咱要思考的是，呼召拣选的权柄是什么人的？圣神的气力是什么人所赏赐的？是摩西吗？摩西甲迄个少年人以及约书亚讲：“你因为我的缘故来接道吗？”咱毋是应该因为上帝的缘故，看见更较侪人得到上帝的呼召、拣选来欢喜吗？这是摩西所讲的。民数记11章24节到30节的记载，摩西出去将上主的话讲予人民，佮调集人民中间的长老70人，予因徛伫会幕的四周围，上主伫云中降临。对摩西讲话，佮将降落伫伊身上的神分予70个长老。上主的神临到伫因的时，因就亲像先知入神讲话。以后这个事无佮再发生，有2个伫名单内底的长老，以利达甲米达，犹原留伫野区，无甲因去会幕遐。毋过上帝的神嘛临到伫因就伫营内讲先知的话。有一个少年人行过来，甲摩西报告，以利达甲米达伫营内的神讲话。对少年着做摩西的助手论的囝约书亚讲：“请我的主摩西甲因禁止。”摩西甲伊讲：“你为着我的怨妒来怨妒因是无？可袂得上主将伊的神赏赐伊所有的子民，予因拢做先知。”后来摩西甲以色列的长老就倒去伫营内。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来呼召人、拣选人，并且将救恩赏赐予人。所以耶稣基督讲：“既若是较无喙焦的人，就让我请啉这个无搁再喙焦的活水。这个活水的恩典是为着要赏赐予所有愿意接受上帝拣选的人的。”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记载着这段的教导。这期的最后迄日，嘛是上重要的日。耶稣站起来大声讲：“喙焦的人就来我这啉，信我的人，照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会到伫伊的腹内涌出来。”耶稣安尼讲是指信伊的人要领受着圣神。迄时上帝犹未赏赐圣神，因为耶稣也未得到荣光。受拣选的人，就需要耐心来听候上帝，来顺服上帝，领受呼召来跟对上帝的脚迹来行，毋是家己去黑白行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。上主啊，你所做的哪遐尼济，拢是你用智慧所做，全地拢满拢是你的创造。伫遐有海大搁阔，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，大细的活物拢有。伫遐有船在行，有你所创造的海兽游来游去，这个拢在靠你。
你照时互因食米，你迄互因，因就刻刻来食。你铁开手，因就好米食到饱。你面越走，毋看因，因就烦恼惊吓。你将因的贵收回，因就死去，归回土粉。你一个分贵，因就受创造。你互地面拢换新。愿上主的阳光永远存续。愿上主因为家己的创造欢喜。伊看地，地就震动；伊望山，山就称烟。我要一世人对上主吟诗，我要换地的时，要对我的上帝唱俄勒歌。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讲句听阮的上帝，显出阮圣神的呼召，互阮愿意来听候圣神的充满甲呼召，成做一个忠心受拣选的仆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